最近比特幣嘅表現咧，真係非常之可怕。因為原本咧我都會預期啦，比特幣可能喺遇到88000蚊之後咧，會有一個好短期嘅反彈嘅。但係呢個熊市咧來得實在太過快啦。咁始終咧可能因為比特幣啦喺呢1-2年入邊咧個市場嘅膨脹咧，亦都非常迅速啦。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啦，其實貪婪情緒同個恐慌嘅情緒咧係成正比嘅，甚至恐慌嘅情緒會更加劇烈。當比特幣進行一個好恐慌嘅拋售嘅時候，連帶一啲短期嘅投資者，又或者啲鯨魚都好啦，佢哋都會拋售手上嘅比特幣。再加上尋日啦，英偉達嘅表現咧就未如理想，唔單止拖累咗美股啦，更加拖累埋加密貨幣，令到加密貨幣咧喺今日見到最低啦，係85000蚊附近嘅位置。好啦，咁85000蚊之後，其實下一關嘅支撐位咧就係74000蚊啦。咁究竟74000蚊係點樣嚟嘅咧？嗱，首先我哋先去詳細分析一下比特幣最近啦發生啲咩事。其實咧，如果大家睇翻長期咧，我已經畫咗一條由歷史高位開始連起嚟嘅日線級別下降趨勢線。呢個下降趨勢線代表緊比特幣嘅長期趨勢咧，係進行緊一個下跌嘅情緒嘅。咁除咗係長期之外咧，其實短期4小時咧，佢都有一條好急劇嘅下降趨勢線。嗱，代表緊咧呢條雙重下降趨勢線就證明比特幣目前嘅情況咧係非常之惡劣嘅。咁甚至其實咧喺呢一個層面入邊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可以揾到一啲短期嘅入場機會。咁短期入場機會，首先個方向咧就一定係以做空為主嘅，因為正常喺一個熊市嘅角度入邊咧，做空點都好過做多嘅，係咪？好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尋日講緊嘅關鍵支撐位咧，就係88000蚊附近嘅位置。咁但係咧，今朝咧亦都正式跌穿咗。OK，咁所以呢個短期咧係有機會會進行一次測試，然後再回落嘅。因為咧，大家諗一諗，如果喺短期入邊冇任何利好消息出現嘅話咧，市場係好難會見到一個好明顯嘅反彈嘅。OK，咁所以其實咧喺短期嚟講咧，做空咧的確咧都會係有部分嘅優勢喺度嘅。好啦，咁我就講緊點解比特幣會見到74000蚊咧有機會，就係因為你見到原本咧88000蚊呢個位咧，我係根據之前日線級別嘅交易密集區嘅最大阻力位咧去畫出嚟嘅。大家都見到其實比特幣咧要上到去歷史高位咧，都係突破咗88000蚊咧，佢先至有一個好龐大嘅成交量彈上去嘅。嗱，所以其實呢個位置咧，某程度上都係一個牛市級別嘅起點啦。咁但係佢自從跌穿咗之後咧，就代表緊市場嘅牛市係正式結束㗎啦。嗱，除咗喺個盤面之外咧，其實加密貨幣總市值都有一個好關鍵嘅作用，因為佢已經跌穿咗3兆美元呢個關口。3兆美元咧係2021年牛市最高峰嘅時候嗰個加密貨幣嘅總市值。咁2024年嘅牛市係幾時開始咧？就係當佢嘅市值突破3兆美元嘅時候咧，就代表緊牛市嘅資金就真係要進入呢個市場啦。但係目前如果跌穿咗3兆美元嘅話，即係代表緊2024年佢新入嚟嘅資金咧，基本上有大部分已經撤離咗啦，又翻去咧2021年嗰個水平啊。所以點解我話會透過加密貨幣嘅資金，亦都可以睇到市場熊市嗰個跡象咧，係嘛？咁另外啦，比特幣其實佢目前係冇任何優勢嘅，因為你睇翻佢市佔咧，佢目前都未能夠突破上到去60% 以上嘅。嗱，好多時大家會見到，如果比特幣咧係有一個暴跌嘅狀態嘅話咧，其實佢吸緊個市佔，佢希望令到市場嘅資金係更加集中喺比特幣，手穩去下方嘅支撐。但目前咧，成個加密貨幣嗰個資金咧好分散，就唔係集中喺比特幣度，可能係去咗以太幣啊，又或者其他山寨幣度啦，又或者資金已經撤離咗啦。咁所以其實如果比特幣咧，你真係要見到一個好可靠嘅支撐位啦，又或者係有少少反轉形態嘅話咧，其實有一個條件就係佢個資金一定要夠集中嚇。咁目前嚟講咧，比特幣可以話係屋漏兼逢連夜雨嘅，所以無論係長期同埋短期都好啦，大家記住。目前係未見到任何一啲反轉嘅跡象，所以喺未見到反轉跡象之前咧，去做空個勝率點都係會高啲嘅。OK， 咁如果佢跌穿咗88000蚊咧，其實下一關咧已經係要去到真係74000蚊附近呢個支撐位啦。因為其實點解呢個支撐位係咁緊要咧？就係因為當初咧喺2024年成個1月至到11月期間咧，其實比特幣都喺74000蚊度遇到一個好重要嘅阻力位嘅。咁直至咧，因為特朗普當選咗美國總統之後咧，比特幣先至有一個好誇張嘅升勢嘅。咁即係話，如果連呢個位置最後都跌穿埋嘅話咧，
比特幣嘅熊市將會進入第二階段嚇。咁到時候會再繼續同大家拍片去分析啦。咁但係目前嚟講咧，我哋可以根據翻短期入邊咧，你見到啦，其實我已經係部署緊幾個一啲入場嘅機會，無論係短期、長期都好啦。其實今日呢條片我已經係都好簡略、好精要咁樣話俾大家知道啲關鍵嘅位置啦，同埋方向喺邊度嘅。咁如果大家係真正想知道今日嘅會員點樣，又或者係成個熊市12月甚至去到2026年嘅會員點樣嘅話咧，就盡快喺度加入會員群組啦。因為咧熊市係唔會等人嘅，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其實咧，我喺4日之前咧已經講緊比特幣咧好快會跌多1萬點。當時候比特幣咧大約係喺93,000至94,000蚊嘅位置。4日之後，比特幣已經去到95,000幾蚊。咁所以咧，下個禮拜會唔會去到74,000蚊咧？冇人知嘅。但係如果你入咗會員點位嘅話，起碼有機會會捕捉到呢一次嘅機會。咁另外以太幣方面，以太幣咧，佢嘅支撐位可能會喺2,740蚊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支撐位咧其實係唔係咁可靠，因為比特幣目前嘅支撐都已經係搖搖欲墜嘅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支撐阻力互換咧未能夠可以成為一個可靠嘅支撐位。OK， 咁我自己覺得就會預翻低少少，有機會會去到2,400蚊附近先至會揾到個支撐嘅。另外上方嘅阻力位咧就簡單得多啦，就大致上會喺3,050蚊，因為呢個位置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支撐阻力互換嚟嘅。OK， 咁以太幣有機會會反彈少少去到呢個位咧，然後就會繼續進行咩咧？進行一個浪嘅級別。OK， 因為我係根據翻呢個浪咧去判斷3050呢個位置咧有機會會遇到一個比較強大嘅阻力位嘅。OK， 咁所以大家記住啦，喺一個熊市嘅狀態之下咧，下跌點都係會多過上升嘅。所以點解就會形成咗一個下跌5浪咧？即係我以呢個浪為例啦，你會見到佢個下跌幅度咧係跌咗成24%嘅。咁但係上一個上升浪咧就淨係得19%嘅啫。OK， 仲要計埋呢支針添。係嘛？因為呢支針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清算槓桿嘅行為嚟嘅。咁我其實咧，我會比較傾向咧利用呢個收盤價同開盤價去計嘅，得唔得？咁呢度咧係會有成11%嘅。OK， 升咗11%，但係跌咗22%。咁大家可以自己睇下，如果你去用個期貨嘅策略去睇，咁究竟係贏11%啦，定係贏22%多啲咧？咁大家都心中有數啦，係嘛？咁所以我都係重複一次，喺一個熊市嘅狀態之下，如果你未能夠見到一個好有效嘅反轉信號的話咧，就記得以做空為主啦。OK， 咁至於喺邊個位置做空，幾時做空咧？呢啲嘢咧就交翻俾一啲更加專業嘅會員點位去做分析。好啦，咁今日嘅分析咧就去到呢度啦，我哋明天再會，拜拜。